家好，我係背心大師。今日嚟升戰陣圖60級啦。圖60級咧就可以開啟個第二戰陣啦。咁我而家嘗試去開咗佢先。咁我仲未換到金色呢個競技增傷嘅增益器嘅，不過唔緊要，因為我個合擊咧已經升咗1級啦。之前咧真係唔係太識用呢一個系統啦。原來啲紫色嘅碎片啦都可以換嘅，因為你換咗咧就可以快啲開啟呢個圖6，快啲開啟呢個圖60級。咁啊，最好抽呢啲嘅時候咧就多啲戰陣幣，咁啊可以換得更加多嘅戰陣主核啦，同埋呢啲增益器金色同埋紅色嘅碎片嘅。咁而家呢度升一升級先，睇下可唔可以開啟到圖60。哦，得，完成。咁啊都加咗頗多戰力嘅，應該係拎埋個獎勵先。哇！再升一個圖61咧，要12級。咁我而家升一升呢個格擋率先。除咗開啟第二戰陣之外啦，你仲可以喺個陣營度會有一個稀有陣營用嘅，一陣間會搞啦。我就想喺第二戰陣呢度放一個合擊嘅，咁我哋喺第一戰陣嗰度除落嚟先，卸下，放喺第二戰陣上面。咁我喺第一戰陣嗰度咧就可以放2個金色同埋1個紫色啦。其實應該係可以放到3個金色嘅，不過由佢先。等我可以換到個競技增傷嘅時候，先至再搞啦。設置翻呢個第二戰陣嘅陣型先，後排2隻大師，戰陣1就有稀有陣型啦，咁就可以開啟3個嘅，就成排整排，整排都有增益嘅，搞掂，加暴擊、加格擋、加攻擊。去一去無盡戰區先，咁我就想試下挑戰無火仔或者鐵哥啦。咁其實睇下呢一個戰陣會唔會帶來一個更穩定嘅勝利呢？一開始有呢個200彩鑽嘅合擊，哇，正，可以用啦，終於到火仔差不多咧就6億3000萬戰力啦。咁我哋而家試一試佢先，一開局咧就暈咗隻吹雪，佢就暈咗隻僵屍同埋深海王。睇下同無火仔差幾遠先，真係擲色仔咁樣擲啊！其實真係老老實實咧，應唔應該擺爆發喺怪人組嗰度咧？仲有一樣嘢咧，就係無火仔隻地底王嗰個速度咧係非常高，你睇下佢幾快，喺我隻地底王啊、銅帝所有角色之前嘅喎。除咗提速啦，大家都可以考慮下加個速度裝俾佢。嚟緊咧可以測試將地底王加件速度裝，令到佢快點出手。第二啦，就係將爆發擺喺怪人組。咁就可以試下俾佢爆發嘅時候出多一次手。好，大家繼續努力提升你哋個戰陣，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ubscribe 同 share 個 channel 啦。下次見，拜拜。